歡迎大家嚟到每一個星期五夜晚嘅講講靈異。相信大家睇到呢一集嘅封面，都應該知道係同啲乜嘢有關。唔知道收聽緊呢一集嘅朋友，有幾多人都好中意儲下公仔嘅？其實公仔都分好多種類噶，有好多女性都好中意毛公仔，而中意 figure 公仔嘅佔咗大部分都係男性。但係有一類嘅公仔就未必人人中意。如果要用公仔呢兩個字去形容佢，我相信用人偶去形容佢應該更加貼切。呢一類嘅公仔大部分嘅材質都會係用一啲嘅陶瓷又或者係木材去做嘅，有一啲甚至乎係用木去雕刻出嚟添，手工做得非常精美。有部分望落去第一眼個樣仲好可愛，但係又非常奇怪。佢個樣好可愛，但係有一啲你望耐咗，你又覺得佢嘅外表，佢個樣俾到你嘅感覺又非常唔自在，但係你又講唔出點解。我話俾你聽，因為呢一啲嘅人偶，你會感覺到佢好似有靈魂、有思想，但係有冇諗過，如果佢真係有生命呢？你會唔會覺得好恐怖？跟住落嚟，化名 Mandy 呢一位網友提供嘅靈異個案，佢嘅恐怖經歷正正就係同呢一啲嘅人偶有關。想知道 Mandy 點解有咁多呢啲嘅人偶公仔，同埋呢啲人偶嘅公仔對佢做咗啲乜嘢？大家一路聽落去就會知噶啦。喺個案分享之前，邀請聽緊我頻道而未訂閱嘅朋友，請你訂閱我嘅頻道，打開埋個鐘仔啊！每一次當有新片上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噶啦。另外已經訂閱咗嘅朋友，多謝你哋每一次嚟收聽同埋支持，我迪迪多謝每一位嘅支持。跟住落嚟要分享嘅呢一個靈異個案，都會經過我略略修改，再用第三方敘述嘅方法去同大家演繹噶。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嚟聽下化名 Mandy 呢一位網友佢嘅靈異經歷係點樣啊！相信大家細個都玩過公仔，有人中意毛公仔，有人中意洋娃娃，亦都有專門收藏古董嘅陶瓷公仔。不過唔知大家有冇發覺，有好多恐怖嘅電影、都市傳說，甚至真人真事嘅分享，都總係離唔開公仔。唔知大家覺唔覺得，亦都有冇聽過人講過，公仔如果做得太似真人，就好容易令人產生恐懼。同埋大家有冇聽過人講過，同埋你信唔信，有一啲陪咗人好多年，甚至傳承咗幾代人嘅古董公仔，因為吸收咗太多人嘅情緒同埋經歷，所以就會變成另一個容器。所講嘅容器係一個媒介，即係話入邊裝住嘅到底係回憶啊，定係其他嘢呢？化名 Mandy 嘅呢一位網友，佢嘅經歷除咗佢自己之外，都可能會徹底改變你哋對古董公仔嘅睇法。同公仔有關嘅靈異個案，聽落可能係有啲老土，因為成日都有人話古董公仔會自己喐，但係 Mandy 可以好認真咁同大家講，佢真係親眼見過一個古董陶瓷公仔自己喐。佢係好深信佢當時住嗰間屋係真係有嘢。呢一件事大概發生喺8年前，當其時 Mandy 啱啱大學畢業，仲未揾到嘢做，所以暫時就住咗喺男朋友嘅屋企，同佢屋企人一齊生活。而佢男朋友住嘅地方就喺大埔碗窯路附近。男朋友嘅屋企除咗父母，仲住咗有一位長輩，呢一位長輩就係佢男朋友嘅婆婆。另外佢男朋友有個家姐㗎，但係家姐已經搬咗出去住。家姐有個仔嘅，讀1年班，就喺佢男朋友屋企度住。因為佢家姐嘅仔仔
喺大埔呢一區返學，所以逢星期一至五都會喺男朋友屋企度住。星期六佢家姐就會嚟接返個仔仔走。據 Mandy 所講，佢第一次搬入嚟呢間屋嘅時候，就見到佢男朋友嘅婆婆收藏咗一大批古董嘅陶瓷公仔。聽講嗰批陶瓷公仔去到佢婆婆嘅手，已經最少係2至3代人，每一個都歷史悠久。呢一批嘅陶瓷公仔全部都齊齊整整咁樣擺咗喺婆婆嘅房入邊，有一個用酸枝做好古老款式嘅5桶櫃，而呢一啲嘅陶瓷公仔就十足十好似展覽品咁樣放咗喺呢一個櫃上邊。其實一見到呢啲咁古老嘅公仔，Mandy 一開始就已經覺得間屋好似有啲陰森咁。佢唔知係鬼啊、靈體啊定係其他嘢，但係就硬係覺得間屋嘅氣氛好似發生過好多解釋唔到嘅怪事咁樣。點解 Mandy 有咁嘅感覺？因為佢喺呢一間屋入邊，佢見到佢男朋友屋企養嗰隻貓同隻狗，成日無啦啦就對住啲空氣喺度狂吠，有陣時又會驚到縮埋一二角。而更加試過一次， Mandy 幫男朋友媽媽手喺廚房入邊煮飯，差唔多煮好飯嘅時候， Mandy 明明攞好晒啲筷子喺飯台上邊排好晒，但係當佢入廚房攞啲餸幫手出嚟開飯嘅時候，本應台面分別放好咗6對筷子，其中嘅2對筷子無緣無故就已經喺地下，明明冇人掂過，又一入廚房行翻出嚟，2對筷子已經喺地下。最恐怖係有一次佢家姐個仔仔自己喺房入邊玩緊玩具，突然間佢家姐個仔就好大聲喺度喊，佢男朋友嘅媽咪就第一時間入去房抱起佢家姐個仔，但係抱住都冇用，越喊越犀利。佢家姐個仔一路喊一路隔住件衫用隻手摸住條腰，男朋友嘅媽咪即刻揭開佢件衫睇下，就見到佢家姐個仔身上邊無端端出現咗一條一條好深紅色嘅爪痕，就好似俾人哋用指甲好大力爪過一樣，所以令到 Mandy 覺得呢間屋真係有一啲嘢存在。而 Mandy 話佢最怕就係入佢男朋友婆婆嗰間房，但係就偏偏有一日，男朋友屋企所有人都翻晒工翻晒學，就剩翻低 Mandy 同埋婆婆。婆婆喺房行出嚟， Mandy 見到婆婆換晒衫，婆婆似乎要出街，婆婆就喺出門口之前就吩咐 Mandy： 喂，你喺屋企冇嘢做，有時間就幫下屋企做下家務啊！仲叫 Mandy 幫佢執下間睡房同埋睡房入邊嘅浴室。老實講， Mandy 真係唔想入去，但係另一方面諗，佢始終係食人哋住人哋，所以冇計，唯有照說話做。而且老人家長輩開到聲都無動於衷嘅話，就俾人哋覺得印象就會好差，所以佢就硬住頭皮咁應承。 Mandy 慢慢推開房門，第一眼見到嘅就係成排嘅古董公仔。呢一批公仔擺嘅方向就正正向住房門。 Mandy 形容佢推開房門未行入去，就咁望住呢一批公仔，個感覺就已經好似有幾十對眼同一時間望住自己，成個人因為咁樣即刻冇管動。佢一邊行一邊好細聲不停咁喺度講：對唔住啊，我唔係有心打攪你哋噶，係屋主叫我入嚟做清潔，我做完就走噶啦，絕對冇冒犯你哋嘅意思噶。佢好快就執好晒個睡房，但係睡房入邊仲有個沖涼房。Mandy 要清潔呢個沖涼房，就一定要經過呢個5桶櫃先至可以行到沖涼房。唔單止係咁樣，因為呢個沖涼房唔係好大，如果要執拾同埋清潔呢個沖涼房嘅話，入咗去沖涼房就要閂埋到沖涼房嘅門先至可以清潔到。Mandy 行入去沖涼房之後，喺閂門之前仲專登望咗呢一排公仔一眼，啲公仔一個一個整整齊齊，完全冇任何嘅問題。之後
Mandy 就入咗去浴室。Mandy 做嘢都算好快手，前後都唔夠5分鐘，佢就清潔完個浴室，準備打開個浴室嗰道門行翻出嚟。但係就喺佢行出嚟嗰一刻，Mandy 成個人企咗喺度，喐都唔敢喐啊！因為喺個5桶櫃上邊唔係多咗個公仔，係多咗一個空位啊！即係其中有一隻公仔唔見咗。佢再望清楚，其中有一隻最大隻嘅啡色頭髮，有一對藍色眼嘅最搶眼嗰個陶瓷公仔，竟然自己掉咗位。呢隻公仔明明擺喺最前排嗰個位置，而家就自己去咗側邊，係成排公仔最側邊個位置。Mandy 形容最令到佢心寒嘅就係，原本呢一排公仔係對住間房嘅正門嘅，但係唯獨是呢一隻啡色頭髮、藍色眼睛嘅呢個陶瓷公仔，佢唔再面向住個房門，佢嘅正面竟然面對住個沖涼房，對到正一正。Mandy 好驚，覺得佢就好似一直咁樣企咗喺度等阿 Mandy 喺廁所行出嚟咁。Mandy 好驚，一路不停咁樣講：對唔住，對唔住，真係對唔住啊！ Mandy 一路講對唔住，一路就衝咗出房。Mandy 衝咗出房之後，就即刻 send 短信俾佢男朋友。你婆婆叫我幫佢執房，其中有一個公仔自己識喐噶，喐咗唔同嘅位啊！我真係冇掂過啲公仔，但係啲公仔自己會喐噶。仲有，你同你阿婆講，啲公仔係自己喐，我冇搞過佢啲公仔啊。Mandy 將佢嘅經歷同佢男朋友講，點知男朋友覆咗 Mandy 一句更加恐怖嘅說話。哦，連你都見到啊？係啊，佢哋間唔中自己就會移咗位，我哋都唔知點解，我哋成家人都知，你唔使將佢放翻原位，我會同我婆講。Mandy 估唔到佢男朋友竟然咁樣覆佢，嗰一刻佢成個腦一片空白，佢望住個電話，足足喺度呆咗幾分鐘。Mandy 個心諗，原來呢件事唔係第一次，點解佢哋成家人可以當冇嘢發生咁平靜？如果真係知道啲公仔自己會喐，點解仲要一直留住啲公仔喺屋企啊？之後 Mandy 每一次經過婆婆嘅房，急步行過就算，連望都唔夠膽望。佢以為咁樣就可以避免到一啲恐怖嘅嘢發生，但係點不知幾日之後，喺凌晨大概3點幾，Mandy 突然間醒咗。佢唔知道自己點解醒咗，佢瞓喺床，擘大咗對眼，望一望身邊個男朋友，男朋友就瞓到好冧。佢本來想眯埋隻眼繼續瞓，但係佢就聽到喺門外邊有一啲聲。Mandy 擘大咗對眼，慢慢擰過頭望過去睡房嘅門口。雖然睡房門係閂埋咗，但係傳入嚟嘅聲好清晰，好似有嘢跌咗落地下嘅聲。過咗大概10零秒，又有幾下咳咳聲喺房門外邊嘅走廊傳入嚟啊！Mandy 繼續瞓咗喺床上面喺度諗，啲聲係咪嚟自隻貓同狗？於是佢慢慢坐咗起身，跟住落床，開咗個床頭燈。就喺床頭燈一着嗰下，原本喺睡房外邊走廊嗰啲咳咳聲即刻冇晒。Mandy 慢慢將個頭同埋耳黐埋到門度，好想再聽清楚出邊啲聲。過咗一陣，Mandy 確定冇聲之後，佢就鼓起勇氣打開房門。Mandy 一路慢慢打開房門，個頭就喺房門嘅門啦，一路慢慢咁樣伸出去望房外面嗰條走廊。點知 Mandy 成個人呆咗，用對手就揞住咗個口，嚇到面都青埋。因為嗰一個明明擺喺婆婆間房個5桶櫃最右邊嗰個藍色眼睛啡頭髮嗰個公仔，竟然企咗喺房外面嘅走廊望住 Mandy。Mandy 嚇到好大聲咁樣嗌咗出嚟，就係 Mandy 呢一下尖叫聲，佢男朋友同埋佢男朋友啲屋企人全部衝晒出嚟。
佢男朋友媽咪係第一個喺房衝出嚟，用手撳開個走廊燈。但係奇怪嘅就係，佢哋望住走廊嘅地下，全部都話公仔，邊度有公仔啊？Mandy 正想指住地下嘅公仔，佢低頭一望，睡房外面走廊嘅地下空空如也，咩都冇。佢男朋友仲摸咗一摸 Mandy 個額頭，就問 Mandy 係咪發噩夢啊？但係 Mandy 話佢可以好肯定，佢係冇眼花啊，因為佢仲記得嗰對藍色嘅眼一直咁樣望住自己。由嗰一晚開始， Mandy 每晚瞓覺喺熄燈之前都會用塊毛巾攝住自己個房嘅門啦，因為要用塊毛巾攝住個房嘅門啦，佢先至感覺到有安全感。但係喺一個禮拜之後， Mandy 都係決定搬走，因為嗰日下晝發生嘅事令到佢真係太驚。嗰一日下晝，屋企又係得返 Mandy 一個，佢坐咗喺客廳嗰度睇電視。佢又聽到嗰啲咳咳聲，心知不妙。今次啲聲係嚟自婆婆間房。Mandy 形容嗰啲咳咳聲就好似有人用嘢哼個木櫃咁樣。Mandy 坐喺客廳嘅梳化，佢慢慢伸個頭埋去望下睡房嗰條走廊，但係啲聲又冇停過，一路咁樣咳咳聲。最後佢忍唔住，佢企起身，慢慢沿住走廊行埋去。佢差唔多行到埋去婆婆間房嘅時候，佢留意到婆婆間房個房門嗰道門係冇閂冚。Mandy 眯埋隻眼，深呼吸，鼓起佢最大嘅勇氣，慢慢咁樣推開道門。但係非常奇怪， Mandy 一推到門嘅時候，房入邊啲咳咳聲就冇晒。當阿 Mandy 慢慢推開晒道門嘅時候，雖然嗰啲咳咳聲消失晒，但係佢見到全部公仔放喺呢個五桶櫃上邊嘅角度，全部都唔同晒，全部180度咁樣擰轉咗，即係原本一打開門就見到佢哋正面嘅，但係而家一拱開道門就淨係見到佢哋嘅背脊。Mandy 呆咗咁樣企咗喺房門口，望住呢一紮公仔嘅背脊，佢心諗。唔關事嘅，唔關事嘅，可能係婆婆喐過啲公仔個位啫。唔好自己嚇自己，唔好自己嚇自己。Mandy 就咁樣企咗喺阿婆婆間房嘅門口，個心入邊自問自答嘅時候，哇！婆婆間睡房度房門好大力咁樣自己閂埋咗。Mandy 俾呢一下突如其來嘅咁大力嘅閂門聲，砰一聲嚇到對腳都軟埋。Mandy 諗都唔諗，即刻跑翻去自己房，執好晒所有嘅行李，就即刻離開佢男朋友間屋。嗰一晚，佢男朋友打咗好多次俾 Mandy， 叫 Mandy 冷靜，仲同阿 Mandy 講話可能係阿 Mandy 壓力太大所致。但係阿 Mandy 係知道，如果佢再留低，遲早會精神崩潰。喺嗰一次之後， Mandy 搬咗翻自己屋企。之後 Mandy 一次都冇再去過佢男朋友屋企，唔好話住，就算係普通上去食一餐飯， Mandy 都唔會再上去。後嚟過咗冇幾耐， Mandy 亦都同佢呢一個男朋友分咗手。有人話古董公仔只不過係死物，所有移動都可以用震動或者錯覺，又或者記錯咗位置去解釋。但係如果一隻公仔唔單止會自己轉咗位，仲會喺你唔留意嘅時候出現喺你門口，甚至幾十隻公仔同一時間擰轉身，你仲敢唔敢相信佢哋只係一件擺設啊？如果你係 Mandy， 經歷過同咁恐怖嘅古董公仔有關嘅經歷，每當你再經過賣陶瓷公仔嘅鋪頭嘅時候，你仲夠唔夠膽買一隻返屋企？留言話我知，你又有冇曾經經歷過
又或者身邊朋友遇過一啲同公仔有關嘅靈異個案呢？今次同大家分享化名 Mandy 嘅網友投稿嘅靈異個案就分享到呢一度為止，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另外一啲更加恐怖嘅靈異個案啦。多謝大家嘅收聽。